量水频率呢，其实有其他人相比啊，真嘅差挺远的，因为可能我平均就係呢1-2個禮拜食1擺，甚至有啲時可能都會1年呢爭食1擺。哦，咁唔中意點樣嚟啊？就呢個大用體嚟，而家養生嚟嗬，都要。咁要買係嗌咁樣有時候先講到多陣嚟，因為呢其實像平常時啊流嘅涼水相比啊，嗌較好食嘅咖啡，還有嘅果汁水，因為嗌感覺食涼水就會有嗰種催我感。就懂吃的哇，所以今天好像犯罪一樣。對，會覺得今天是醉了的，嘿，古說那衝力解法就會讓你不犯罪。冇了解。我哋講食材法，那係看到配上人有食，嗌切假冇食就會非常的艱苦。古說係今日有食，因為太假都有事，太假都有事。係，唔得有食嗌就愛食。哦，你覺得今日催我感咯。係啊，所以哦，感定那邊。你們可以講愛生咩？就可能啲人鴉片。轉嫁到配上你嘅神通去抽嘅。咁我來問一下你講，你平常你凍接血涼水嗎？凍接血涼水，那個涼水吼，我也雖然是小公主，小公主吼，用蠻講的。其實因為亞漢熱甜嘛，吼，熱甜痛熱的，愛食嘛嘅，當然冇愛食翻出來是涼水呀。誒，等一下，那個概念咩要正常，因為冇唔長呢。哦，我就會知道涼水愛有一筆吼。你真傳唔是涼水。珍珠就會翻，珍珠就會翻，跟小紫蘇就是那個菜，對，那個就懂天土味感覺。所以涼水只會跑肚吼，那個就有翻有兩菜一湯嘛，就有嘿。兩菜一湯黑馬該黑蘆薈加3粉圓，那個飯黑馬該黑珍珠，那個同係咪就涼水？不知道睇到在加鹽嗎？抽毛？不知道我其實生係懂接受為食涼水，食到涼水唔啲嘅啦，係。唔過喺個寒天嘅話就係可以鼓勵自己嘅話就會食涼水啦。哦，寒天太感冒。懂這樣鼓勵自己。我是很需要被鼓勵的孩子。沒有，因為每天都要給自己一點正能量，所以當然就會食涼水。跟阿比倫呢，我這個吼，一禮拜差不多當日做一次，有上司的應日冇顧這一筆。啊，你可能有細細聽到啊。係啊，唔好啦，你就講你讓他卡皮啊。冇，哎呀，然後講乜嘢係充電嗎？充電係冇假糖呢。我講係咩有問題？中間冇假糖係唔ผิ，呢個係冇問題。係咪冇焦點來調一架？其實我真係就會想唔錯嘅人，因為蠻講，我食涼水係看氣氛呢。你鬧素唔錯到，但係有乜嘅關係？你鬧處女座嘛冇關係，有天道那要星座當好。好，比如講我愛做事嘅時節就會是因為像可能一下做事啊，大家就會抽定下來聽涼水嘛。但係你其他人都聽嘅，我切假冇食到。看到就會動艱苦，係冇動險先，古時我就會強下食，你做些時，韓國人唱家下集中有講啊，那有啲時啊做些啊，聽甜的啊，過後我咪會買一杯涼水，本自家療癒，係啊哇塞，再講來，有啲時可能約會係出去搞嘅時節，大家都不用送，出去搞嘅時真係就唔是上岸的，因為你就會你玩掃興，古時你大家愛食就會強，係最重要嘅愛來嚟哦。有人搶嘅時節，一定愛食，搶嘅可以。係，因為呢，呢個涼水嘅贊助商，白鉗係冇，白鉗有蠻多嘅。不是你有涼水食。請記本節節目感謝中白鉗贊助播出。故作希望中白鉗啊，大家啊都做得蠻多哦，什麼感謝？你睇下大氣都有涼水贊助。imo才還有這麼多存在感，因為有片。安煙風，這個是涼水有乜嘅特別嘅習慣？其實冇乜嘅特別習慣，唔過我就係唔會變嘅涼嘅變到夾呀，我就會建議就會試下，因為嗰度可能買珍珠奶茶啲會珍珠變乾，他們綿綿，上啲會變隔年就變公硬嘅啊，嗰度嘅唔好食咧。啊，反而嘅牙膏好賣啊嘅。比粒嘅，有時唔係硬買啦，有時可能係有條發痛啊，因為上邊會有清定一下嘅圖案，係用用嘅提燈拿出去賣貴縫片，嗰時候也可以買，也很環保啦，可以重複利用嘛。其實咩唔係真係環保啦，你唔卡呢篇聽聽。唔會啊，你就一直重複利用。買以後就會特別係帶出門。
就会禁买。偏用不环保。禁买那种就是本来上到立家。立家。按多嘅环保餐具，睇家己嘅冇叫什麼濕順班，濕順班嘅塊，嘅班順係嘛嘅，就會用到誒，就會出機。我說我一下行喺無帶行到我會垃圾桶都落塊跌落。但是呢，你嘅香港台上講最唔環保嘅就係立家，有啲假要好唔好？龍水公主，吃到酸，其實冇媽嘅邊呢。現在有說酸，我媽邊。佢用鬼講，佢用鬼講。有一個安尼滿好咧，唔加是冇食到涼水，因為吃到用板去。我說涼水其實有陣時會吃到冬天呐，嘿，因為從熱天嘅時節，熱天嘅時節，應該細妹啊都會用熱水會來嘛，熱水都係個時節太壓住底下。熱天嘅時節，會有熱水，但係熱嘅時節啦，記出嘅係熱天嘅時節就會來啦。因為從大正嘅熱是會來嘛，唔過藝出度好食病嘅，古所藝出就唔會乾記，就係黑記食病嘅，食到就會熱是唔會來嘅，他們來啦，就有問題啦。但是也還算正常，唔會差別。我講嘅一下要卡食嘅小兵、衛兵按有一條。咩共用係病嘅小兵裏面那有乜檢查？因為是來是共用。因為佢熱天就會來啦，佢冷天就唔乾。自強仲厲害，係，佢自強先厲害。其實我吃到最簡單嘅方法呢，就係去空間檢查。哦，因為嗰時你就會看到到到風濕嘅時節啊。真見出嚟，家來食水嘅。其實喺講呢，有陣時其實係做事嘅時節聽無限啊，我也唔記得我食水。嗰時候可能要像家下自己講嘅，像調鬧鐘啊、app 啊，像我調擺嘅時候要買嘛嘅智能水壺，佢會震動係點買東西啊？這種蟲嚟嘅根本冇上去帶。你看買按度，按你太簡單咪做嘛嘅，我調鬧鐘，要調得過後，行喺邊度幾片，咩冇效。鬧鐘響係留幾溜鐵，係真嘅，嗰種冇用冇效，所以最重要係嘛嘅，行喺留幾闊鐵，而實體真有效，佢假能要嘛嘅假拉貨，係嘛。我有咧行通鬧鐘。鬧鐘就會硬尾啦，那就買水乾的，你看，安尼，哇，呢個紅茶 Good morning，我記得是水啊，幾多點？9點11點鐘啊，咁真嘅要批下邊啊時間，我就攞一乾的水乾的半硬尾，佢就講，誒，時間到了就拿半硬，我就食，因為我自己硬尾嗰啲冇動詞，硬尾係秘書哦，我會有嘢。記咩唔記得？嗌咩唔記得？一張嘢過後，張相都有影，水乾的。即係人家水乾的不用去幾片，不用一張嘢。都唔掂，打開來，呢度有一條夫妻。嚇！喺腐蝕眼啲裏邊。按人家都在講多幾。係真嘅，嘅夫妻用挺好笑。用歐巴，真嘅，佢想講帶到地都一張嘢都冇事情啊，想講帶就係壓水關嚟係咪？唔係啊，有埋線嘅，他唔係壓線嘅。你今日冇生牙關咧？你嗰隻水管再拿去檢驗一下，可能裡面有外星生物。哎呀，可能個水有問題啊。怪你看，係怪色茶好咧。冇要緊，反正你都是假生面嘅。冇要緊，反正有問題咩係唔要。也會懂好啦，係會懂好，都對啦。灌田是係意志力，韓國嘅 batch 架，其實是係很容易啦。因為我哋下係照心跳是會是比較背，係加比。然後韓國是會去圖書館，圖書冇是做世界世界，該圖書館是做唔得帶涼水落去啊，是比較好，好嘢下來貴嘅世界是以種水式。韓國我咪唔會買該動態嘅紅鵝，因為動態紅鵝是會臭啲該片，貴嘅是冇紅來行嘅，是會1點鐘2點鐘自家去種水。韓國實體了後，做勢了後，仲係賣涼水，所以水就食到，韓國涼水咪就食到咧。所以乜解就是避免所有通勤又慢焦，又改革機，吼，涼水真緊是好少的哦。你喺香港變到安靜，好少啊！哦，立家咧，知道嘅涼水到水之間用板起來做到平分。係知道香港人愛做平平法，像愛食嘅法就做一食，你就會高質水啊、也條啊，其實會較空間條嘅啦。韓國有什麼同嘅啊？其實哎呦，咪做啲平平啊！你係單條按撫一點點，按撫自家點點。減少就錯嘅啦，係，
不是爱吃到意志力，像刚才你用讲的迄种葱油他卡就讲到一追后发，我自己会做的事，全部都冇意志力哎呦，有意志力，用会上腹皮，后上太上功，有太大。